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嗰本分享出看福气了耶。讲到过年啊，一定到东西好食，不过大家印象最深，一定爱吃到的莫过于甜饭吧。哇，年久甜甜的甜饭呢，哦，一定会上人生呢。不过大家年底嘛，喺面上啊有一个甜饭，哦，今年唔单唱本人吃到的时间，好食到点目子，今年连做的时间啦，也会本人点目子呢。到底係樣辦一回事，一個甜辦底背又有樣辦的故事呢？今晡日啊，我哋就特別邀請做飯的師傅之一來到節目底背，好好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哦。馬上就來分享我哋來自美濃萬金雙紅的小雞肉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係希拉基美濃的小雞肉。平常的時間，我同我爸爸一盤做，還有跟你畫圖。你下底工作係攀做嘅，這個本身係有睇接案嘅，我哋更加講嘅算係售後組，又係講接案嘅獨立工作者安尼嘛。售後組。這個本身就萬世都睇美濃工作嘛，讀書都工作。冇呢，我去老北讀書，又去北部嘅時間做些差唔多喺度7、8年。又還有去墾丁，一直個因為喜歡衝浪的關係，所以去喺度做生意。差唔多時間幫我媽媽綁過來美濃解讀書。不過看講用這個興趣啦，哈，同人關係，真是有睇做腦部的感覺。像人嘅個性應該係輕發達啊，輕外向嘛。用喺香港幾多轉來都喺美濃入邊工作呢？有一個最大問題就係我爸爸媽媽老嘅，又近期做的事情，有後生嘅去接，我自家上愛家人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咁我唔隨便答應自家嘅爸爸媽媽講我做一件事情。這個有兄弟姊妹嘛？有啊，我嘅姐姐嘅老太，一個弟弟。中央係喺美濃嗎？冇呢，我姐姐去美濃，我弟弟去老北工作。你從人哋印象底背啊，認識嚟講冇中央嘅，大部分嚟講都靠過來家，大部分以行人嚟講啦，寫來嘅角度嘛，人都講係什麼過來教育嘅勢頭咧？可能我嘅個性同寫來相同咁，也唔係啊，不過你過來教，真是會有啲使命感啊，吼，就自己會想要嚟做一個事情，都可以做到好，也跟爸爸媽媽過來可以照顧老人家，也係最大嘅目的。這個盧卡做攀族啊，對萬世都睇做嘅嘛，做一久嘅啊。盧卡攀族差唔多做嘅話18年，差唔多嘅，同天班嘅時間差唔多。爸爸係開始做，還是媽媽開始做，還是兩啥？爸爸。爸爸有怎麼佢會想要嚟做一個攀族？因為嗰時間其實我韓細隻盧卡都種田咧，但係盧卡就做種田。嗰時間我哋政府加入 WTO 之後，就是變得盧卡要轉型。所以我哋冇辦法用種田嚟同種米嘅豆嘛。所以我爸爸就開始工作上的轉型，然後因為嗰位主持人，咁我哋吃苦那生活。就有那個心態，所以我哋盧卡就開始攀做。你開始嚟做有嘅，因為我睇嘅嗰度嗬，美濃來有好朋友啦，又係老一批嘅，今日真是頭擺港鐵嗬，種貨嘅啦，種有嘅最多也係種人家，不過真是樣樣開始轉型之後，對他嘅樣樣個睇咧，我都冇睇種做冇共樣嘅事情，唔能睇做有嘅。港鐵種營業嘅時間，有試過嘅我談過營業法，人哋講個唔該有啲講割無飯啊，人哋講營業嘅飯，人自家有試過冇？其實講營業法，人哋冇講營業法，係講交工飯。交工飯係，唔係講營業法，因為大家種人咧時間差唔多，我嚟幹攤數嘛，嚟幹攤數就乾脆就交工啊，然後就。反正今日今晚你攤數，反正就去晚年盧卡吃飯，就安尼。我還是嘛，所以講我忙前結鐘，我就開始煮一週嘅菜分大家食咧。哇，很厲害哦！嗰時就冇順晒，即係想講，又可以嚟同爸爸攤數嚟做一個事情。可能同個性又有關係啦，嗬。唔過好睇諾貝安尼就做這個自由嘅工作。你萬世下同爸爸有睇攤數嘅攀族嘅事情嗎？我按到講到攀種，我其實按到我爸爸騙過伊嘅。你用辦講啊？嗰時陣，盧卡開始做攀種嘅時間，我行去讀大學。
有一摆就了解，因为潘州拢伫拜六礼拜，是一个卢卡接到一个是你去部落，去南部的部落安尼，我就唔爽啊，就去本来英雄他们城那样的，他们的肺活量。胎啊，就是好像在开了空气滤净器一样，冲过会他们后堂。那时间我就去唐人啊，爸爸就讲，反正你就去唐岭冲过没？啊，领书那边那唔会切菜，你就他说切菜没？就爱去发，我就开始踏入了半桌界的切菜师傅。哦，我迄安尼哦，没想到原本讲啊，领书唔拉时去切伊个菜，也去风菜一下，没想到安尼怪过伊都还不会，真是怪过伊。哦，安尼听说得一叫你有去负责掌勺安尼嘛？有，就其实我嘛还从最西门开始，切菜，然后开始烘，煮炸拢有。哇，真是当蛮厉害呢。啊，不过刚刚我想要问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有在料理也会点嘛，一般拿到菜刀的切菜的时间都会紧张啊。啊，不过你在拍照的时间按比按一般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这个感受怎样？会紧张吗？有切刀数吗？我唔会紧张，切刀数会冲。一定不会啦吼。因为这是按照比时间，我讲拍照的工作很有做过，你去。饭店底不会，你不会吃亏，因为你速度很快。尤其是你要面对那种一台的东西啦，甚至一种场地随时都有偏发，什么某种体室内，人讲室内有好的设备啦，嗰度冇啊，拍照可能都人讲流水是，但没有风哦，但无汤的嗰度，啊，人有去过部落有去过，啊有还有某个本自己个印象的场地，也係讲特别的事情嘛，在拍照的过程。只要去拍照，只要是在郊外，我拢感觉到心情过好，因为我去看过讲的山，唐岭冲过的，我讲嘅工作，真是同样嘅高兴有关系。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哈，去拍照有个有你可能做出来再有一个好事，怎么你看到讲的风景嘛？啊，你轨道转来，然后拍照对我来讲係轻松的事情，对卢卡也係驾轻就熟。啊，你要个团队里边拍照有一多年啊。看泰式上基本上拢有30个人。你们这个卢卡拍照拍得好好，怎么个有个开始都有个同天班的有关系呢？是这样的，这还是就有某一年呢，就跟阿妈讲，妈，好像是阿妈作为天班。阿妈唔晓得做啊，就开始去抢高你，抢高一些婆婆啊、阿伯啊。所以天班会用做，就从 S 节，我妈妈就吃粥，按 S 节卢卡又有传糖，还有潘照高卢卡又有传糖，传糖隔壁又有个空地，我们可以结油的安尼，而且就一个老阿伯同白妹，因两个人去古安尼，古年14点钟，S 节就每2个这一起班啊，你就天班就出来了，就安尼，就从那一刻开始。就开始先吃粥，粥的感觉唔会炒好食的，然后摕这个拍照的时间也分他个送一下，係安尼嘛？冇呢，我哋拍照的时间基本上有限，因为带天班去做本太家食，就是成品之后带过去现场可能炸还能用的行本太家食。咁我平常拍照我哋冇可能会料理按到好食的东西本太家。咁樣，安尼方唔能应该讲阿婆啦，种阿妈嘛，给人个孙女还冇传本妈妈，迄妈妈这个去问其他的种皮，去反复做出来安尼嘛。安尼你作为妈妈作为一道拜这样有个更加安尼按好食的甜班，你有印象吗？老实说，100。100，安尼妈妈真是天才，真是100，真是有一个本事呢。我能讲做料理也有天分，妈妈就会有一个天分的伊真是做东西够好食。既然好嘅头摆嘅安尼做法，我能讲整班的啦，也就更加有天步的有特别的工具也好也係卤的雅士卤嗰度，怎麼嘅還會搭卤的、搭油的嗰種嘅？特别古法都会用安尼做嘛，很人自家都卡想出来呀。真是就头半年就安尼做。我们就
反正老人家用的做，我哋后生就看会好，程度紧。哦，啊，这是只铁板搭路的，能去抢人来搭啊，也系自家搭？唔系，全部拢系自家来，冇抢人搭过。啊，搭路的冇搭过，啊，能自家铁板搭就成功的嘛？哦，应该。各有天分吧，我给说。那你们都讲一点的厉害。你看以前冇做过甜板，做一摆都出来。啊，冇搭过，第一摆都要搭出来。我讲到可能同卢卡有种田的关系，因为寒暑时节，我会搞奶，我土窑机嘛，这个也个行东西嘛，因为想原理应该都差不多吧。哦，应该安尼，个想法就。所以大陆的对我来讲，唔会讲过困难的事情。真是啊，对人来讲，应该系quite简单，可能习惯的事情。啊，不过对一般的人来讲，哦，我也有去参加过人家讲的控窑啦，吼，那种的头摆生发的东西。那看到几多年吼，铁板连在搭个窑的控窑都搭唔好嘅，连起火也唔会呢。哦，真是也系quite有经验啦，吼，经验有差别。啊，人这个铁板是啲窑的搭，系常用奶嘛，还有用砖的啦，其他的东西材料啊？我们除了奶，还有多光。收割完的时间没有多光哈，我留特别重。那囤奶和在一起，就像钢筋水泥一样的架构。奶砖有冇？就按你慢慢挑出来的。啊，种好的时间还会有安尼有隔热砖。为了要保温，不用好的时间再购买。最米就会洗下给就是弄漂亮的型这样子。哦，糖烘的当忙省心的，嘿，请用有限的时间来特别的搞下先哦。等来。好啊，哇，观众朋友，原来有个好吃的甜板呢，系按呢做出来。啊，不过有个甜板底杯，还有娘版的故事呢，大家休息下试比赛，让你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。上一团同朋友抢教的，今日怎么个开始来做一个好食的班呢？啊，不过班呢好食，底边有两班的功夫，有乜个步骤呢？更加我哋继续来抢教朋友吧。朋友，头头有讲到啊，我哋开始搭路的嘛，搭路的，喺睇过年前都开始搭吗？还係乜个时间我来搭一个路的来做班呢？差不多一整年。一整年，做班呢我一个月时间？4年。4年。嗰种包含搭路的到做好一个班呢，差不多一整2年的时间。一整2年。一整2年。哦，嗰种人过年前比人家还要忙，开始一整2年都开始要磨一条事情呢。其实我们去准备整天班之前，差不多磨完的时间都会上10年。真是台北就会最尾一整年，然后开始整天班，开始起步1年到4年的时间。我哋最麻烦的时间。你路的搭好开始做班的，我哋提供做班的大部分技能原料也应该系传统嘛，最简单的米、糖还有水，冇水，种得有水，种得有水，种得。哎呦，你好好同大家讲一下，能用班做出一个好食的班的好吗？其实我哋冇乜嘅特别的技术，就用心，真是就用心去做一个班的，因为班的做嘛做唔得有底部有水，因为讲下会上叫什么？所以我哋煎米后，可能会磨米浆嘛，磨米浆就会用苏能盖泵，班车样会出来，所以水分磨的时间，班车会确定按照轨走大门走，会走顺，所以样可以流通。用树胶，再下落去做。按你方唔能自家糯米浆做一个班车啦，一个人讲做米粉的部分，一个米粉自家做同买个现成的，能有乜个差别？米粉，糯米浆做一个班车嘅粉
俺哋冇用过萝卜，俺哋买唔掂呢，因为头摆传妈妈也传下来就安尼。我想原汁原味就是好吃吧。甜盐然后有素滚油的米是，我们自家用的个米係乜嘅米啊？就糯米，葱的也係鹽的嗰種。但其實我用葱糯米，鹽糯米的成本真是咁樣貴。哦，嗰種係用葱的，糯米班車做好之後啊，開始要做班呢，唔能會用埋去處理班車，即係加入有嘅糖嘛，又係有多某嘅特別的工廠。冇呢，我哋干摸米摸係，反正就我哋就會干水崩，就是脱水的概念，就會用蘇黏蓋晾，晾到喺那板凳上面，確定要乾燥，差不多1年的時間，隔年的時間可以流通，就安尼，然後變腫，像瀑布一樣的時候，迄假使你看到相片呢，其他的介紹的時間，我哋我哋留起來的時間，一腫安都順的，很柔順這樣，那樣可以下鍋，要確定這個步驟才可以。哦，你下鍋之後啊，唔能係用滷的嘛，冇種人更加用亞式啦，也係用嘅薄薄白白那種整點添薄的，唔能嘅溫度唔能係用埋去控制啊。個就會禁黏的。講到安尼，還嘆一口氣，要嘅禁黏應該真辛苦哦，嚟好好同大家講一下吧。可能一開始下夜時間，因為你是4點鐘上班要會好嘛，所以一開始下夜時間一定還會有多多少少的水氣，所以我哋燒炒的時間前部分我哋咧火會過大一些，我哋講會炒火，火真係過大，按到中間時差不多3、4點鐘嘅時候一上班會進來真硬，一種硬嘅程度就表示說水分開始熟嘅，到中差不多8點鐘。過後，我哋火就會變中火，最尾到下夜時節細火，要做得冇悶土，咁我隔年起火時節溫度不夠，我哋做唔得起火，就會硬氣，錯，所以維持溫控就完全真係是咁樣。嗰種有年頭嘅堅固啊，做唔得冇年。嗰種唔能又係小炒嘅，有年固嘅貨。你外地嘅，做嘛跟人家講唔能錄開一班嘅，食到好食會點模子，煮嘅時間會點模子，唔係睇固嘅時間去滷嘅，見小炒嘅鹽見風，鹽就係安尼。唔過真是也係啦，按辛苦我上到嘅時間也會點模子啦。哇！第1堂都講小炒，唔能搭做入嘅班嘅過年期間啊，唔能開1道滷啊。其實基本上我哋有18滷，不過係盡量唔好開到18滷。盡量嘅原因，因為真是我搭門口，越接近尾巴的時間，你年假嗰陣，真是會搭門口。扶唔齊，唔係扶唔齊，是 take care 我會心疼我的工作夥伴啦。就盡量唔好按辛苦啊你。有東西要出來就好，唔好去追，一定會一道，唔會。嗱，我為了我嘅工作人員、我嘅夥伴、我嘅家人想講，真係做到咁唔巧，唔好做安，唔就冇食安道，我會故意留，一路兩路安尼上路就唔好同意。安尼雙方來講，其實做一個班咧吼，係伴大家分享嗰啲好食嘅東西，唔係講唔能真係想要用一個甜班來賺錢，知冇？安公司菜法其實做甜班唔會本存到太錢，它可以讓你支付員工的薪水、夥伴的薪資，一般的開銷安尼可以。按講我講賺錢，係真正賺錢，我絕對唔會先做甜班。談風嚟都係啊！你看，那有人做一個甜班咧，加個原料也唔係最人講用一道嘅枸杞，用人天然嘅食材，用冇乜嘅材料。你看人工菇係菇滷嘅，一道年來菇啊？菇滷嘅年啊，差唔多10來年。講10來年，還有一天24點鐘會經菇燉，有個人工下，啲材料係。那快啦，咁樣菇甜班咧唔係頭前係有頭前咧，有包裝係有包裝嘅。
真是该做一个好食的东西吼，无简单，汤安来讲。啊，不过古法做出来的甜饼，真是就是无共用嘛吼，个味道啦，同个口感也系无共用。俺哋老辈见的甜饼的米线对我印象伫本人家韩式是个。见路卡传下来的古法，他甲讲的古法的甜饼，俺妈唔伫讲，真是古法的甜饼米线都冇嘅，因为对我来讲，个就会俺跟俺妈妈学嘅，俺妈妈留本爱米线，所以俺就好好甲伊传下来，就安尼。对我来讲，按都安尼，俺冇其他个太想法，俺就最单纯、最原始的就会安尼。哦，恁这个摕做饭的啦吼，因为对条豆面做出来吼。你这个感觉到做饭的最困难的部分係冇嘅？咕嚕的，唔咩，咕嚕的唔咩。我觉得这个心态会有些把矛盾。我其实我希望本全台湾的人哋，还有人用最传统的方法去做甜饼。啊，唔过我有时有个强人学来当讲法。因为唔系做班的，还呢其他怎么个班呢？嗰啲讲人观察法。因为甜班会弹好弹的法。哟，唔做唔得英文讲来叫会好，来叫合作嘅，乜嘅时间可以食，吞时间你问题真是做唔得讲。还有因为都卡做班做嘛，所以俺能整甜班。如果嗰度要注意的地方，比如讲，我们会有去送行者的地方，煮食，过来时一定会洗麦草水，也可以行到我们整甜饼的地方。只要我们的甜饼，我们同一个时间下去的，看到某个状况，因为我们教我们自己会滴，concept 是我们会滴。所以尽量带本来的，就会今天有状况，今天有观察法，就现场就是会告诉你，就年糕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要注意什么。两个就会有的时候很矛盾，各种不太搞掂，唔讲有个讲太搞观察法用。你唔怕？该怎么办？你可以做个线上实况一模，他讲在100公尺外，还能用实况转播本他讲看，跟天讲的路同样係冇关系。我近几年因为路下刚好旁边有一个货柜，雷年我就全部都挡在就是看到路的地方，可以看到那照片。不过我讲法，我可能会抢到隔壁，佢讲故事本他讲谈。跟大家讲做乜嘅做唔得，用讲法呢，甜饼我谈乜嘅法，就希望大家会配合安尼。咁啊，有啲时间去现场做，其实古甜饼唔做唔得发脾气，你心情就好像在修行一样。真是，就是精气神要到位，咁我真是会。同师傅共用的吼，做唔得讲唔好的话，做唔得做唔好的事情，那心情让他保持平顺，安尼做出来才会有好处。其实也有道理啦，跟人讲有时间去随时东西冇，刚刚吃到太咸太辣的时间，人会讲啦嘛。有个师傅根本的心情怪唔好，盐不用太多，辣就会不用太多，也系有关系啦吼。不过真是怪神奇呢吼，讲唔错法，有失败做唔错的，佢办的路都做唔得嘞。伊会跟人讲。做唔得，哇！一天有发生乜嘅事情啊？嗰次咩？唔讲你又做唔得，唔相信，因为我以前就会唔相信，我就赌过诶，就真的在你眼前发生这样。因为我按奇妙，唔过你看连做班的都要按注意，你能淡如的时间，该不会还会困热的吧？喂，我们做甜饼一件事情，从一开始就要看热的。看热的看乜嘅热的，好热的。好热，一定要看好热，因为安尼就会拜灶神嘛，卤的就是灶神，所以要强势，要看比如讲调干嘛新家的，我稍微看一下，让家庭讲安尼来叫我打卤的，来叫我点火，来俾你冲牙呢。
我强势出去。啊，通常呢，判一从给人讲的几点供用呢？看热的啦，然后又会有葱芽啦，哦，白笋啊呢，哦，个慎重呢。应该讲整天班对行业来讲都太事情。一年开始，一年的结束，一年的开始啊，啦，最重要的事情。哇，观众朋友有看过那种做甜班的吗？你看搭路的，看热的，哦，我抢神个的。这安尼做出来班的真好是，这个故事真是第一百堂多呢。不过后边还有两班的心情同经验故事呢，安尼休息一下，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咯。做甜班的注意事项哦，在前面的时间有讲到，冇想到要去做班呢，还会注意很多的事情呢。不过真是有按神奇吗？咁样，就都讲到做班呢，做一天爱来做一个讲好的话啦，或做好的事情做唔好的用班，做唔好甜班就唔会输啊，唔会说，唔会专食，唔会输。这个有读到过吗？有。真是的，可以同大家分享啊，喺某个情形之下发生的一个事情。有一年，整天班是，因为都甲潘州会讲，就是当送行者的餐宴嘛，爸爸一边你鼓了的时间，就甜班会洗安尼抹抽水，因为甜班很名，就名的量的无给安尼，所以量无的差不多。古诶，上是7点钟，拢往前变身，往前后。上是7点钟，你得一救嘛。因为人诶咧。系啊，个火同个其他路嘅共用嘛，个量无。其他做路起无嘅啊，因为你是7点钟啊，上是7点钟诶。哇，你发假使讲真是有发生某个情形嘅话，然后一屋都冇喺度。硬炒硬电啊，真系硬电啊，系啊。你条到跟人讲个，因为发生事情，个量路都冇数，都好市民真是很可以吃它。它是可以吃的，它不是不能吃，只是一夜时间我头大唔叫。头都鬼叫。真的是鬼叫。我接蜜豚羊。它的意思就是蜜豚羊，我接到不过什么片，所以。有的人讲茶花，讲唔出花，做唔错事情，就会见密这样。你感觉吼，你感受到了吼，这个感觉要去做甜班唔但将个技术，要耐心，还有一个部分讲要有一个心意，真是我尊重一个人讲个料理啦吼，对开始做。中间到起幕之前，一个过程地步，我有一个心意要遵守。人哋讲咧，做工爷爷吼，佢傲娇啦。人哋讲用现代形式来讲，唔好遵从佢吼，佢都率性子不唔可能咧。一冇吼，我都唔好不唔好。应该系安尼，可是，讲好来真是他妈神奇呢。人做一般的料理的时间，冇做，可能冇发生过那种的事情，像更加安尼做甜班啦，这个相当中呢我本大家一个够轻松，更加还冇试出来一个够好的方式啦，还继续做一个坚持古法安尼来做，安尼的话，这个有相当讲一个古老的技术，我讲整甜班一个古老技艺的传承有相关按用办去传承下去冇？已经有一个后生的家天数，其实因都爱这个学生的啦，伊做唔会差，那么希望伊就是未来可以就是讲个传统的文化，那就流传下去吧，就俺们这个流的冇好他搞20多咁么以后人10年呢，还会伫，嘛刚都好是在甜班就对我来说，我的问号会存在。你愿意学，我就会教你。除了刚刚头都讲个后生的来学的来
做传承的？有其他人来学吗？其实近来讲的听书的全部拢是这些学生的，这些学生的他也出去读书的，嘛会带合适的学生来卢卡。推荐啊，也还个游一下。嘿，因为我会需要这些孩子们的帮忙。对我来讲，你就会军团，我的军团这样子。也其实唔会讲模型哦，变过有型。来做差不多两三年呢，见拢变希望师傅的。哦。最基本的希望师傅，那个也不是说学就学得会的呢。就说啊，就从刚用前面讲的，要经验嘛，又要看cái路的嘛个时间，火要太，要洗洗又唔係本地冇錯個，然後要保留cái溫度，cái真係要經驗，又唔係講人經驗亞師傅，又係講年年啊，佢可以設定溫度，係咪？係啊，哦，真係冇見啦，嗰時還係有人來學啦，更加係咪講斷吹哦？有人來學可以傳承，唔過可以傳到那一層長度係唔低啦，係唔低。唔過又係希望講，又可以半個多年去低，有試到有嘅，講到有嘅試到有嘅，上班嘅吼，大家按辛苦點木子做出來嘅。真是大家有試到點木子嗎？也係講有其他人下本用辦嚟回應啊。我記得前幾年有一個人客，買一天班，佢到沿路開時節，特別打電話來，就講伊個阿媽，來買一天班呢，我喊阿姨，就是阿姨等級的那種，有講伊個阿媽是多時節，佢講。按照伊韓式食到的甜班，哇！就我聽到的時候，我會覺得很開心。因為對我來講，我冇韓國人時代，咁啲頭擺按照用的，我見我啲嘢攏係我媽媽教俾我的，我因為記一啲東西嘛，所以我就聽到時候我就跟我媽講，媽媽有個老幫咪講。伊是都一條班對後生，就韓式時節是都相同。我哋都該歡喜，全部的人都該歡喜，我哋做的人也唔該歡喜。對我來講，這是最特別的。對老人家來講，佢喺以下嘅時代面頭，透過更加5年的技術啊，也係講5年的堅持，作為咧時空的連接呢，嘅條擺同更加傳承來。唔過，佢係老人家老一批嘅啊，有個後生嘅係講更加嘅人，佢一件識到有嘅，件人即個比較也係講同更加甜班嘅目標講，件人要按嚟回饋嘛。我有講，從來唔係甜班按好食。嘛有講過我想到一個有一年，有兩個後生嘅來買甜班。現場哦，因為要希望嘛，只能銷售最好食。食了以後，條街係遇到落啊，全部買嗌好貨。食到好食，全部打包啊你哦。全部打包，我就講，反正樣樣都可以買，其他都本嚟就訂完了，這樣不能再賣了。哇，好食到按呢你真是都怪厲害哦！你講用人這個嘅上班啊，係預定。接單式的，什麼有一道路係固定的，可是講真是冇法度有一路做快嘅，都冇誒，做唔得補啊呢？我原則啦，我唔會陪我天班發生嗰種嘅事情，所以整天班你攏會點啊？天班有狀況是皮要繃緊就對了，基本上我算嚴格啦。如果真是讀到冇辦法救過來的問題的時間，我會親自打電話給客戶、給客人，那互相體諒。如果也冇辦法接受講在邊條數多的，我會將錢全部退俾人。不過真是也係一個原則的問題啦。
冇可能将唔好嘅产品做唔到嘅本啊，也对人下来讲也系失礼嘅事情，然后大家互相体谅也系咁啊。不过讲到一边啊，相对面对一啲事情咧，人家对于一个食品咧食安问题、安全也quite注重嘛。唔能自家有睇注意一个食安的部分嘛？有啊。前几年开始有那个鼎新油的那个风暴之前，我就有习惯讲啊，咱都开甜班，所以减盐。在平科大甜班也有减盐哦。对，现在熊豚维持2年1检。安尼真是quite好呢，因为传统的东西有的时候大家会担心的，如果冇像近家的产品可能有环境啊，或保存啊，也系讲什么添加物的减盐那个的，能安尼做，人下也系quite放心啊。因为按到是那些东西做唔得欧贝来啊，小小商行而已，这个要好好守护住自己的品牌价值。一天呢，因为一个品牌一个牌的，按辛苦大家做出来，做唔得安尼都凊彩都本给安尼本人破坏到的嘛，系啊，一啲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人自家的用心。不过讲到最尾啦爸爸妈妈都可能对你的接一个班的今日嘅看法，系有冇嘅反应冇？冇呢，人就归放心本来去处理啊，因为可能以前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去排一条事情，我顺序的时间，我哋用的状会过好，因为迄家是见面爱去食，安都爱喊你爱爸爸去食，种甜班的事情的时间，人情压力它很难。我哋有时间卢卡宿舍亲戚啦、朋友啦，讲说拜托啦，伊咧本来啦，对，不过真是教书之后遇到一本人哈，还有讲好的品质，也本一个信用够好啦，人家自家坚持，有听都有听，冇听都嘅，冇听就归反正明年请早。人家按请白天咧，要明年请早，真是总个。你看，现在流行的，你看，然后很多排订的订单，我排到1多年之后，当听得到的汹涌。安尼真是要去现场看一下，真是按神奇的甜班，哎呀，急不得。耐心，有耐心才可以做出好的品质、好吃的东西。哎呀，观众朋友，今日真是以好家菜有朋友来分享一个故事，本来quite感动的。第摆有听到讲用小炒的甜班呢，坚持。24点钟才可以好，不过好彩有今年的坚持，本来连传统的技术经可以传承下来，分一个好味道，可以分更多人来享受今日再一次感谢江勇来分享按神奇按好的故事，感谢感谢大家，感谢主持人，欢迎大家来试我哋万金双红的甜班。好大家在食甜班的之前呢，找到更加有个嘅商业模呢，更加听听欣赏来认同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